Hello， 大家好。我相信呢個禮拜所有嘅利物浦球迷都係非常之難過同埋痛心。今日就臨時臨急決定做個對森林嘅賽後評，就未必 cover 到所有方面嘅數據或者一啲評論。希望可以等大家了解多啲，究竟而家利物浦面對緊一啲咩問題，嚟緊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復甦呢？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個 channel 啦，逢禮拜六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利物浦嘅直播。中意嘅就記得撳埋個鐘仔，第一時間有新片咧就可以快啲睇到啦。喺晏菲路主場0-3落敗呢個比數咧，就唔單止令人震驚，其實係令到大家又尷尬又憤怒，因為咧對手咧就並唔係曼城，亦都唔係亞仙奴，而係賽前排名第19，今季已經2度換帥，原本深陷於降班區嘅極樂定咸森林。呢場比賽其實就唔可以單單用一句發揮失準而去解釋，因為佢其實唔係一場意外啦，好明顯輸到3-0，而係一個好危險嘅信號，就係今季利物浦真係正式進入一個迷失嘅階段啦。其實2個月前利物浦仲係一隊5戰全勝嘅榜首球隊，仲有人話佢哋可能會再次可以統治英超啦。但係今日咧，你見到嘅係一班完全唔知自己做緊咩嘅球員，一個唔知道點樣可以扭轉形勢嘅教練。每一次掂波，我哋睇到唔係一啲 plan 過嘅一啲戰術，而係一班人喺度自己自由發揮嘅傳球。今日我哋咧就一齊分析下，到底呢一支上季嘅英超王者點解可以喺咁短時間裏邊咧淪落到呢一個難以形容嘅地步。當然第一樣要講咧就係今場波嘅正選陣容，門將好彩咧有啱啱復出嘅艾利臣，一隊中堅照舊都係干納迪同埋雲迪克，左邊閘位咧今日就用咗卡卡斯，而右閘咧就因為巴特利嘅受傷就用上咗蘇布斯禮，中場位置咧就有麥亞里士打、格蘭貝治同埋宗斯，前線方面咧就有沙拿同埋加普啦，同埋比較令人意外嘅係伊薩出任呢個正選嘅中鋒。賽前咧，相信大家應該同我都一樣係有啲不解嘅。伊薩竟然可以爭贏咗伊基迪基嘅正選位置。伊基迪基咧啱啱先喺國際賽對烏克蘭嘅賽事裏面射入咗佢個人為法國國家隊攻入嘅第一個入球，而且其實佢只係後備出場，所以不論係狀態定係體能，應該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講完陣容就講翻成場波嘅比賽進程。之後我哋咧就會再睇下正選陣容到底有冇問題。比賽一開始咧，主場嘅利物浦其實係比較主動，開局嘅節奏都唔算差，各位嘅球員咧都幾多跑動啦，有逼搶啦，麥卡里士打同埋加普咧就喺左路甚至打出咗幾腳配合得幾好嘅攻勢嘅。有一次地波嘅傳中黃金機會咧，只不過係俾森林嘅後衛喺門前護空門頂走嘅啫。咁喺國際賽取得休息嘅沙拿咧，其實表現都幾醒神，對住倒戈嘅力高威廉斯咧就多次博得角球。如果單純睇呢個開賽嘅頭30分鐘，其實利物浦咧仲有呢個上屆冠軍嘅影子，甚至我自己認為呢半場係今季暫時發揮得最好嘅一個上半場嚟嘅。咁當時相信無論係現場定係電視機前面嘅球迷咧，都會以為利物浦可以慢慢入局，掌握翻個比賽節奏，取得領先嘅入球咧，都只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但係誰不知咧，呢場比賽真正嘅開始咧，原來係嚟自對方嘅第一個角球攻勢。33分鐘，森林嘅一次反擊，3個利物浦球員咧對住一個森林嘅球員咧，就仍然都俾對方博得呢個角球。本身其實森林嗰個角球戰術咧就唔算話係咩好花巧、好複雜嘅啫，但係利物浦嘅後防偏偏就喺最簡單嘅 set piece 上面走甩咗對手，皮球咧就開向近處，但係利物浦咧就冇人企圖去搶第一點，個波咧就彈下彈咗去後點，而最誇張嘅係咧後點嘅所有防守球員咧都好似突然間輕晒機咁，只係咧望住個波跌落地，又冇人逼搶，又冇人嘗試去解圍。咁最終咧就出現咗呢個爭議性嘅畫面，安道爺就企咗喺艾利臣嘅正前面，擋住咗佢嘅撲波嘅視線嘅。咁上場對曼城咧，其實利物浦咧就因為類似嘅情況而俾 VAR 吹走咗個入球，但係今日咧 VAR 就完全無視咗呢個干擾。嗰下咧，你見到艾利臣咧好明顯係遲疑咗半秒，而對方嘅梅里路咧就係喺小禁區附近
把握住呢個機會，起腳將個波射咗入網，領先咗1-0。今季其實對曼聯上半場1分鐘唔夠嘅失波啦，領先2球下俾對手追平等等，呢一啲都反映咗今季利物浦嘅防守究竟有幾差。上季利物浦咧38場聯賽其實只係失咗9球嘅死球嘅啫，但係今季咧只係踢咗10幾場就已經失咗同一個數字啦。呢個欠缺防守紀律嘅問題咧，就當然唔係偶然，亦都唔係運氣差，而係好明顯成個防線係出現咗系統性嘅問題。如果你睇翻第一個入波嘅重播，你會發現咧利物浦嘅後防咧幾乎全部人都係望波唔望人。呢啲低級錯誤喺英超裏面就當然係會俾對手懲罰。上半場嘅表現其實頭先講過，利物浦係絕對表現得唔失禮。其實 XG 咧更加係超過1.1。喺形勢大好之下落後1球翻入更衣室，雖然係有少少意外，但係當時我諗大家都未覺得要去到太過絕望。咁成場波真正嘅分水嶺咧，其實係第2個入波，因為咧佢只係喺下半場開波之後嘅39秒就已經出現啦。真真正正徹底擊敗利物浦嘅，再一次係呢啲簡單直接嘅攻勢。迪高威廉斯推入到禁區底線 cut back， 森林右後衛沙方拿就喺12碼點附近插入，附近咧完全冇人跟嘅，咁沙方拿最後就輕鬆將個波咧射入咗遠處。呢一個失波咧其實係非常之離譜，集中力嘅問題咧再一次表露無遺。睇翻禁區裏面咧，其實係有9個嘅紅衫球員，但係竟然冇一個人去追住12碼點位置嘅沙方拿。咁上半場咧，其實我哋自己咧都有2次類似嘅機會嘅，第一次就俾對方救到空門啦，另一次咧就俾對方力壓之下射唔中籠。而呢一個波咧，其實先係今場真正令到利物浦崩潰嘅關鍵。咁輸到第3球，其實已經唔係咩戰術嘅問題啦。森林啱啱後備入替嘅黑哲神就喺左邊扭過咗羅拔臣之後起腳，艾利臣咧其實撲到第一下嘅，但係之後再一次利物浦禁區完全冇人去包第2點，傑斯韋治咧就喺一個冇壓力嘅情況底下，又喺12碼點附近輕鬆補射入網。咁成場比賽咧，最後雖然 XG 嚟講咧，其實利物浦係2.02嘅，對方森林咧只係得1.4嘅啫。但係講到呢度，你見到我都完全冇講過利物浦嘅攻勢，你就知道究竟我哋嘅攻勢係有幾入肉啦。其實場面嚟講咧，下半場咧真係幾大鑊嘅。咁接落嚟咧，我就唔再講翻呢場波嘅進程啊，反而咧我會講下我哋今季滑落最大嘅原因啊，其實係球員嘅問題喎。因為咧，無論你嘅賽前部署、戰術等等幾好都好啦，落到球場咧，其實就真係靠呢11個球員去自己發揮噶啦。而今季利物浦最令人失望嘅咧，就係幾乎每一個關鍵嘅球員咧，都同佢哋本身應有嘅 level 咧係有好大嘅落差嘅。咁第一個要講嘅咧就係隊長雲迪克啦，雲迪克嘅轉變咧其實真係好明顯。以前咧只要見到佢企喺一個後防線咧，就覺得哇隊波真係好穩陣。因為佢嘅指揮、補位、空中爭奪咧，全部都係英超甚至世界嚟講嘅頂級球員。今場咧，你會見到佢依然係不停去講嘢啦、提搶啦、提醒呢個卡卡斯或者叫高林納迪去企翻好啲。但係問題係咧，佢嘅隊友全部反應都慢半拍，好似聽到但係又做唔到。第2球咧就更加明顯，佢已經嘗試去封咗對方嘅射門路線，但係左邊又冇人補，中間又冇人跟。變到咧，佢根本就已經完全係無能為力嘅。咁雖然佢自己嘅表現咧就未去到崩盤啦，但係隨住佢嘅年紀越嚟越大，而且咧佢亦都作為呢個球隊同埋國家隊嘅必然正選，其實都 feel 到佢咧有啲波真係就住，又或者有時係顯得有心無力嘅。尤其是好似今場喺國際賽後嘅比賽，更加覺得佢嘅表現係有啲失色。咁當然佢暫時仍然係我哋隊內最好嘅後衛啦，只不過咧利物浦而家仲係咁依賴佢嘅話咧，其實長遠嚟講對球隊嘅發展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第2個要講咧就當然係雲迪克嘅拍檔江納迪啦。江納迪今季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嘅狀態飄忽啦，表現時好時壞。咁壞起上嚟咧，佢啲失誤咧真係可以一連串咁出現。咁今場被換走嘅時候咧，就有啲球迷話佢係偷笑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更加似係苦笑嘅。
佢份合約咧就遲遲都仲未傾得成，情況就有啲似上季嘅亞歷山大阿諾。本來咧其實佢 EQ 上面咧已經唔係太好噶啦，咁再加上俾呢啲場外嘅事件影響嘅話咧，我相信佢呢一排嘅表現咧都唔會有咩起色噶啦。咁而家就唯有寄望1月嘅轉會窗咧可以完結到呢場合約嘅風波，而令到岡納迪嘅表現有所起色啦。受到轉會困擾嘅咧，就點止岡納迪一個咧？另一個要講嘅就係英超史上最貴轉會球員伊薩啦。今場意外擔正，佢嘅表現咧，亦都令到廣大嘅利物浦球迷傷心嘅。對比起另一位新加盟嘅前鋒伊基迪基咧，伊薩嘅狀態咧就明顯被比下去啦。作為上季英超射手榜嘅第2位，其實佢嘅實力就當然係不容置疑啦。但係加盟至今咧，其實佢好明顯仲係未能夠融入到球隊嘅。咁今場正選之後咧，就更加創出咗一個好尷尬嘅記錄啊！就係頭4次正選上陣都落敗啊！除咗個人嘅自身狀態、體能嘅問題之外咧，其實今日最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嘅安排咧，就係蘇布斯禮再次被放去踢右閘啦。本身佢係現時球隊狀態最好、最重要，亦都係最具推進力嘅中場，好應該就留喺中路嗰度掌握節奏、帶動逼搶同埋串聯前場嘅，咁先可以發揮到佢最大嘅影響力啦。但係今場咧，無奈因為巴特利嘅受傷咧，佢就又被移咗去呢個右閘嘅位置，完全係浪費咗佢嘅攻擊力。更加慘嘅咧就係犧牲咗中場嘅壓迫力。見到佢上半場咧，其實仲好氣好力嘅時候咧，就更加嘗試去做埋中場嘅責任啦，推進、接應、壓迫，樣樣都想去做嘅。咁但係結果咧就係兩樣都做唔好啦。咁呢場其實後備咧明明就有一個正宗嘅右閘高美斯喺度嘅，落後之下咧都唔願意將蘇寶放翻去中場咧，呢一個就認為係完全係教練層面嘅失誤嚟嘅。事實上咧，麥亞里士打咧今日就冇得點怪佢噶啦，要做嘅嘢咧佢都可以話係做晒噶。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身邊完全冇支援，冇咗蘇布斯禮之後咧，逼到佢一個人咧要 cover 晒成個中場。佢係全隊最穩定、最努力嘅球員，但係靠佢一個人咧根本冇可能救到利物浦。沙拿今場咧上半場爆咗一輪之後咧，下半場完全係唔在狀態嘅，轉身慢、對抗弱、起腳亦都唔決斷，整體嘅威脅咧亦都大減，身體同節奏好明顯就追唔上比賽。今場唯一嘅進攻亮點咧就係伊基迪基啦，佢一落場咧，利物浦嘅進攻咧即刻叫做有翻啲生氣，全靠佢嘅推進、壓迫同埋配合咧，就令到成隊波都突然順翻起上嚟，連對手嘅後防咧都要重新調整。佢咧就識得墮後攞波啦，亦都識得做啲細緻嘅配合，亦都有個人嘅直線爆發能力啦。明顯咧就係全隊裏面最 sharp、最 fit 嘅前鋒。其實以佢而家嘅表現咧，真係絕對諗唔明點解今場會擺喺後備嘅。咁講真，要講利物浦今場點解會輸到咁呢？就正如史洛自己所講，佢係絕對要負上全責嘅。上季其實大家對佢嘅印象都唔差，覺得佢啲壓迫啊、控球節奏全部都幾有章法。但係嚟到今季咧，你就會發現個問題唔再係邊個踢得差咁簡單，而係成隊波都好似唔係好明史諾究竟想佢哋去做啲咩，係成隊波集體咁迷失，令到利物浦攻不銳、守不穩。開季至今咧，史諾已經有2次嘅國際賽期嘅時間去俾佢處理問題、重新整理球隊啦。但係2次翻嚟咧，你見到嘅咧都唔係一啲咩明顯嘅改善，而係一樣都係咁亂啊！輸俾曼城、輸俾森林，其實呢2場咧都係同一種方式嘅崩盤。上半場可能唔係踢得特別差啦，但係輸咗1球之後咧，成隊波就亂晒啦。由訓練到用人，由戰術去到臨場反應咧，好明顯咧都出現咗問題嘅。講到底咧，就冇人想將個責任推落去教練嗰度嘅。咁但係隊波咧，而家就真係有一種方向又唔清晰啦，大家個步伐又唔一致嘅感覺。作為主帥咧，呢一啲位咧就一定要靠佢帶頭去改善啦。咁但係其中一個令人最費解嘅地方咧，就係佢嘅用人邏輯啦。頭先都講過啦，淨係正選嗰個位置咧，已經令到大家好驚訝噶啦。咁亦都講到佢嘅臨場調整啦，其實有幾個位大家都睇到頭都大埋嘅。
咁首先咧就係轉咗3中堅之後，就將家人貝治放咗去踢中堅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反智嘅。無論係對抗、位置感、釘人同補位咧，全部都唔係佢擅長嘅嘢嚟嘅。咁結果咧就更加令到中場嘅第一道截擊防線都冇埋，中路嘅空位咧就更加明顯啦。所以你見到最後咧，就算擺咗5個前鋒出嚟咧，一樣係冇多到攻勢嘅。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咧，就係史諾根本冇 Plan B。喺逆境波之下咧，佢嘅調整方式永遠就係4-2-4。3中堅啦，希望擺大個頭去解決問題，但係整體戰術咧其實係冇改變，繼續都係中路入攝啦。衰啲講句，真係連擺個高佬喺前面斬叉燒啊，都斬唔到啊！開季嘅5連勝咧，其實越睇咧就越似係靠球員嘅個人能力去硬撐翻嚟嘅。咁當時對手咧就仲未完全了解史諾嘅 build up、逼搶方向啊、邊路組合等等。所以利物浦咧仲可以靠質素、靠爆發力咧去壓住對方嘅，但係去到後期咧，對方就開始真正去研究下究竟佢哋邊一個位最容易被攻擊啦。仲記唔記得曼聯球員咧就喺賽後講過利物浦嘅兩閘係最脆弱嘅，結果利物浦咧就慢慢變成一支俾對手睇穿晒嘅球隊啦。一旦咧遇上低位防守咧，利物浦就攻唔入啦。遇到反擊強嘅對手咧，又跟唔上節奏。遇到身體對抗強嘅球隊咧，體能就更加跟唔上。咁最關鍵咧係當對手破到佢哋第一套嘅打法咧，利物浦就明顯冇第二套嘅方案啦。咁雖然球員咧喺場上都仲係好明顯想努力嘅，但係你都感覺到佢哋根本就唔知下一步應該要做啲咩，變成越踢就越亂啦，越踢就越冇信心。如果話利物浦咧今場係一個崩盤嘅示範咧，咁森林咧就做咗一個好清醒嘅示範啦。佢哋咧完全係知道自己嘅強項喺邊，對緊一隊乜嘢嘅對手，應該用咩方法去贏波，然後逐樣咧就照板煮碗去做出嚟。咁成場波最大嘅反差咧就唔單止係比數啊，係兩隊波踢出嚟究竟佢哋個方向知唔知自己做緊咩？森林咧就好明顯係非常之清晰嘅，而利物浦咧就完全係迷失咗嘅。自從大治接手咗之後咧，森林嗰種我哋知道要自己踢咩嘅感覺咧又翻嚟啦。佢咧就完全冇咩花巧嘅戰術，冇咩足球哲學。佢要做嘅嘢咧就係一件事，令到球員知道自己喺場上面每一步嘅目的。咁呢場波咧，你會見到森林每一個企位咧都係有原因嘅。佢哋嘅逼搶咧就唔係盲搶。簡單直接嘅轉守為攻，一開波大致咧就非常清楚利物浦會採取主動啦，所以咧佢就冇叫森林球員亂咁壓上去，而係等對手咧消耗體能得七七八八咧，先至靠反擊去取勝。咁其實呢一點咧就係成場波嘅勝負關鍵。咁利物浦開場頭20分鐘咧，睇落就係帶住啲節奏啦，但係其實佢哋一直入唔到波咧，就係慢慢走去森林嘅圈套入邊。而呢場波咧最令人佩服嘅係，森林從來都冇因為自己排第19咧而踢到成隊降班隊咁。無論係安道耶啊、黑哲臣啊、沙方拿定係梅里路咧，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喺邊一個位置度出現，應該要做啲乜嘢。咁尤其是係梅里路同埋安達臣，佢哋兩個今場咧真係非常之好啊，發揮得。兩個咧就係中場同埋禁區嘅定海神針，完全咧冇俾到任何甜頭利物浦嘅球員。咁兩位咧喺我嘅心目中咧就係今場嘅最佳球員嚟嘅。咁講真咧，今場波對於利物浦球迷嚟講咧，就真係一個折磨嚟嘅。但係希望呢場比賽咧真係可以臨醒啊史諾啦，亦都可以成為今季嘅轉捩點。因為其實呢一支利物浦咧就完全唔係冇質素啦，有質素嘅球員真係好多。當然呢場可能傷病嘅球員比較多啦，但係我哋咧其實仲係喺一個融合緊、磨合緊嘅階段嚟嘅。咁我相信咧，佢哋應該係可以喺1月嘅轉會窗度買翻啲適合嘅球員去幫球會補強啦。咁接落嚟咧，呢5場咧其實先係利物浦真正嘅重整期，因為相對個對手係冇咁強嘅。
亦都係最好嘅時機俾球隊慢慢揾翻個節奏同埋自信啦，揾翻好似森林嘅呢一種一上場就知道自己要做啲咩，要點樣踢先可以贏到對手嘅感覺。咁我就相信其實史諾只要做好一樣嘢咧，就可以扭轉到個局勢咁。而呢一樣嘢咧，就係要信任佢嘅後備球員啦。因為其實我哋後備嘅力量咧，就雖然未必有阿仙奴或者曼城咁好，但係我哋仍然係有人可以去調動嘅。即係我希望可以做多啲輪換，令到大家出嚟嘅時候咧，係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即係睇到今日沙拿其實佢唞完之後咧，佢出翻嚟頭半場係真係踢得 OK 嘅，甚至家普其實今日都唔會鬧佢嘅。會唔會真係可以俾多啲機會佢哋去輪換，等佢哋嘅體能每一次出翻嚟嘅時候都係精力充沛嘅，就唔係話每次出到嚟都係軟賴賴、攰死賴賴咁樣。希望咧可以真係嚟緊做翻好輪換，同埋相信多啲你嘅後備球員啦，高美斯啊、遠藤航其實係可以幫到球隊嘅。雖然而家咧我哋聯賽榜就跌到落去第2版，但係相信利物浦咧仍然可以反彈嘅。咁前四我哋未絕望㗎，仲係暫時同前四都係落後緊幾分嘅差距嚟嘅啫。咁希望各位球迷就中意我呢條片啦。咁未 like 我哋 channel 嘅記得就幫手 subscribe、like 啦、comment 同 share 啦。咁多謝大家睇咗咁耐啦，咁下次直播再同大家一齊傾偈啦，拜拜。